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之歌》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昨宣布要卖军事武器给台湾，引起中国不满，今日派出军机军舰了南台湾，甚至有军机呢13抓飞入到咱的应变区内。国军伫咧大福兵器场日是下晡试射一粒榴弹的时阵，却传出爆炸，而且也找无，落尾是到暗时的时阵才找到。洪台苏拉继续伫咧变强，上今明仔载发布变作是中度洪台，无排除伫咧后礼拜之发布海上洪台警报。美国伫咧昨昏宣布买卖军事武器给台湾，却引起中国的不满。今仔日就派出歼16无人机等各种的飞行机，有22抓呢，其中13抓飞入到咱台湾的应变区内，加上有5架的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制造台海非常紧张的情势。这国军也派出着军机、军舰，也有飞弹系统，随时伫咧监控。美国宣布为台湾5亿美金的 IRST 甲称强化 F-16V 的紧急能力，对着收查强军稳重的战机有帮助，达到中共敏感的神经。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派出歼16、轰6，也有苏凯30、空警500以及无人机，总共22架次。其中13架次进入咱应变区，加上5架强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调降制造台海情势紧张。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共军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监控应处。同一天，共军 TB001无人机、BZK005无人机双双飞过海峡中线，支援伫咱方东北空域。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分析，共军无人机侵略变常态，结合电子侦察舰收集情报。第一是进行战场经营，第二是必须空军陷入消耗战。它留空时间久，收集的资料就多。那我们没有无人机这方面的应对，那就靠有人机。那有人机对无人机，那你不是上司对下司，你的成本、你的这个 CP 值很低耶，你付出的多。美国为咱66架 F-16V 战机提升咱空防实力，AD2026年战术高机。不过，美台商会会长汉鲁伯讲，拜登政府不考虑以无符合无对等的促进为理由取消军购案。虽然美国国务院无证实，不过专家讲，拜登政府可能经由检讨前朝政府的政策，改变新政府的对台政治态度。上一任的总统川普他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做一个反击的动作，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拜登总统故意借由这个我们叫放风声的消息让台湾方面更加紧张然后加速我们相关 F-16战机的采购。但国民指出，伫美方买卖 F-35的情形下 ，F-16V 显然是对台湾上好的方案，尤其军售案达到2472亿，咱方也是共同投资研发 F-16V， 这个相关软硬体开发的伙伴。那拜登政府费用恐怕付出真大代价，加上法律上伤困难，才无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按算伫咧9月初5要出访台湾伫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王国，这也是蔡总统任内第2届出访史瓦蒂尼。总统府指出讲，今年是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也是两国建交55年。这4天的行程，蔡总统会甲因的元首会谈，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仪式，也会出席到这庆祝活动等等，希望两个国家会当永续合作。蔡总统同时也要拼外交，9月将会带团出访咱国伫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家史瓦蒂尼王国。这也是蔡总统伫咧任内第2遍去史瓦蒂尼。总统府表示，今年拄好是史国的独立建国55周年，台史建交55周年，同时也是史皇55岁生日。恩史瓦蒂3世邀请蔡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并实地了解我国跟史瓦蒂尼在公卫医疗、妇女赋权等等各项合作计划的执行现况。蔡总统盼以达成同庆两国邦谊、促进永续合作为本次出访的目标。蔡总统这边出访行程摆4天，9月初5坐专机直接飞到史瓦蒂尼，伫9月了就开始台史两国的元首会谈。共同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暗时举行交献。初6会参加史国的双55庆祝仪式，参观苏经政府病院。初7会拜会恩同庇王府，参观国合会妇女计划的成果展览。甲技术团也有医疗团正道。
吹尾登到国内。这边访问团的成员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目前正在推动高雄市以及这个史国的首都就是姆巴巴内市，双方在推动朝向这个建立姐妹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推动。谢谢上一站看你们讲到什么？对啊，好，谢谢。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南非，参加金砖五国的峰会，讲过伫非洲的影响力。外界解读，蔡总统此访四国有比较的意味。对此，外交部澄清，施华蒂尼独立纪念日拄好是9月7日，只是时间拄好而已。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才开始走的新台马轮，今早起10点的时阵，这船顶有78名旅客要对于这金门登到吉隆之阵，却含这介护的拖船小 A， 致使拖船起沉落海底，加在这船顶5名船员拢有救起来。这新台马轮受遇到伤，无影响到运作。那这站意外海船帮是晚3点钟，不过这沉起的拖船也浮出乌油，相关单位等咧处理。那这部分也要依法开发。还不下来的？为什么不下来了？船长在哪里？船起一边在海的顶端，一个啊浮，一个啊沉。岸边的民众一直喊，因为船内有人。船你要紧还要紧的啊！快点！快点！几只船沉落去，特别互大海规个引起，船顶总算有人出来，船长爬出来，真是惊险，互大家拢足紧张。船上的人有没有下来？已经都到这个小船上面了。海巡人员到场出动船艇来救援，把5个船员救起来。海面风泥甲拢乌起，相关单位嘛有油污的控制线，都惊污染范围搁扩大。而发生沉船，原来是因为和新台马轮弄到。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故是拖驳船跟大型的客船新台马轮发生擦撞事件。所幸拖驳船在沉没的时候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新台马轮是载78个游客，25早起9点外先到马祖的东引，再驶去南竿，早起10点对福澳港登去家人，互本国一个拖接船介互离港，但拖船敢若弄着客轮的烟囱帮，互船起去，才10几分钟就规个沉落去。对2个船长来做纠测，并无接到因有任何酒精的反应。舟船本来是要借护靠在旁边嘛，那他已经退出去了，退得比较慢，然后不小心就去撞到新台马轮的那个侧尾，要进港停靠的时候就下水。发生事故之后，有16个人当场退船票了，所以78减16，就剩下这些人要回基隆，所以倒是没有旅客有这个不满意的一个情形。真正是总统蔡英文到场主持，新台马轮今年4月才拄首航，但是无到半年就出事故。客轮经过调查，敢若正后现水室的插落去，适航上是无问题。拖3点外钟，伫下晡1点半离港。暗算暗时7点到基隆港，对后壁的船班是无影响。但是原本有78个旅客，有16个人是当场退票，敢若60几个对船转来。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这天气，风台苏拉继续伫咧变强。目前当咧恒春的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海面上，气象局预告讲，明仔载就会升级最中度风台，而且会继续变强。拜3时啊，对台湾影响是上介大。上紧伫咧拜2的时阵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若陆上警报可能爱看这风台的方向，也佮有速度来做决定。为卫星分度，一旦看到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也伫个原地转势，伊个位置是伫恒春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海面。气象局表示，目前苏拉的强度已经增强到中心风速每秒28公尺，暴风半径扩大到120公里，海温有利风台发展，24都可能增强为中度风台。苏拉台风在未来2天到星期天这段时间朝南方移动的时候，因为海温是有利于台风发展的，所以强度会持续的增强。到明天的白天，这个台风就有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29号、30号这段时间，台风可能会增强到中度台风的上限。气象局表示，后礼拜3、拜4是苏拉风台上挖近台湾的时阵，无论路线安怎变化，东半部会大先受影响。恒春半岛东半部拢会落雨，西半部嘛会较无稳定。为各个预测路线，也当看到美国模式认为可能会打挖台湾东半部外海上北。欧洲模式是预估有4、5成的机会会向台湾过来。日本气象厅是预估苏拉的强度会阁升级，风台中心会向台湾挖近。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它接近台湾的这个角度到底是比较偏北还是比较偏西？如果是比较偏西的话，就有可能会从我们的南方就是从恒春南方的近海这个地方通过，那对我们的影响的话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如果角度比较大、比较偏北的话，那也不能排除就是直接登陆台湾的这个机会气象局表示，未来苏拉风台可能挖进台湾附近，而且后礼拜2、拜3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陆境都要看实际的路线，也甲可能挖进台湾的速度。若做苏拉为巴士海峡通过，离台湾会较远，也有可能未发布海警。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宜兰大福的兵器试验场，24下晡传出试射一粒榴弹的时阵无爆炸，而且找无到，遂请警方封锁这试射地点附近的脚踏车道，开始进行敲找。到暗时时阵，总算有找到啊！国防部也讲，这炮弹的碎片也都已经清掉啊。天色已经暗嘛，行到总位海边的子弹车道，发现现场封锁，搁有大管制区火炮测试执行的字样。国防部军备局大福兵器场24下晡传出试射一粒40公里的榴弹时，无爆炸，拍无去，遂请警方封锁试射地点附近的子弹车道执行搜查。伫暗时有找到炮弹，搁执行处理停尸。就是破在就是那个我们厂区，那因为那个我们自行车步道比较靠近我们那个围墙嘛。是，那就我们就是依规定，就是把相关区域做个那个封锁跟清除。24下搁转来到现场，子弹车道也是有红色布条封锁线。国防部是讲，这个暗时测试40公里的榴弹，有炮弹全体留伫场区，因为挖进营区附近的子弹车道为着安全才会封锁。如果早起封锁区已经检查完，也完成炮弹碎片的清除。地方表示，大福兵器场离爆弹问题困扰当地正侪年，希望国军会当谨慎处理。他知道这个炮没有爆炸，都要相关单位去搜寻。这点呢，建请国防部的苏炮厂的，爱积极的，如果发现微炮弹的，一定要去搜寻。唔那炮弹问题，所有两地造船厂嘛传出感染事故，消防员甲包括这渔港放起两桥，扛起救护车送医。因为3个越南籍渔港进行巡仓喷查作业，因为天王机故障产生火星，地属可见性气体烧起来烫伤。对，7:02分到03分之间发生。我们7:09分有通联记录就已经通知了那个19救护车。是，两地造船厂是讲意外是伫暗时7:02分发生的，现场人员9分就卡119，由救护车甲伤患送去罗东埔的病院甲新武病院救治，绝对无延误通报，后续会配合职安署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基顶有一间饭店，进前有人假造海军陆战队省长的上位去落订单，却拢无来体，造成店家的损失。即马伫咧坚定共款有一间花店防创治，拢是用赖团军中的相片，店家才会当作是真的，才叫互骗去。顾客用赖社群订货是花店接用的交易模式。高雄坚定这间花店进前接到假造海军陆战队66里的顾客落订17000块的货，受理了后，对方一直提供军队内部事先开会画面，互店主失去戒心。经过查证，才发现电话号码、甲姓名、甲前几工啊基丁区面包店的诈骗案是同一人，也个红山一间面包店嘛是同款受害。跟军方往来都知道，里面是不能拍照的。军区，我们送他进去，军区都是不能拍照的。因为后来就是他给我这两张照片，我就开始怀疑了，军区可以这样子照片流出来吗？店主表示，约好18下晡提货，迄天早起也有通电话，后来就有消息。报警是希望莫阁有人受害。无提走的货虽然还阁会当卖，毋过损失包装费、人工费。诈骗遮尔侪情形，嘛骗走袂少屏东居民的货款钱。先趴下，全部给我趴下。4月底，屏东警方抓到7个诈骗共犯，超出上100万的赃款，发现受害人连续互人骗6届，拢是因为假投资被骗。本年度4月下旬，黄姓男子陆续遭投资股票诈骗手法，诈骗6次，计新台币700万。警方强力扫除诈骗，4月至8月抓到真侪个车手甲共犯，诈骗案遮尔侪，交友骗钱、投资诈骗、假亲友这方法拢真捷快。民众一定爱多方面查证，一定爱特别细致。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新北市蘆洲大台北果菜市场逼出这羊扒蓝猪肉情形，有一对姓杨的兄妹啊，因卖羊肉拢真俗，却互周刊逼讲因是甲这羊肉蓝猪肉，或者是甲猪肉当做羊肉伫咧卖。检警会同新北市卫生局的官员去敲，甲这姓杨的兄妹啊，也有中盘供应商找来问话，落尾这姓杨的小妹是羁押禁见，其他2人是交保。警察人员伫仓库内底收集证据，正是为伫花莲美仑工业区的肉品厂商，因技术开设新北市的假羊肉案。他在加工厂下有个。周刊逼出新北市蘆洲大台北果菜市场的中林海产河大头涉嫌卖假羊肉。这是因为兄妹啊，平常时的卖肉品甲海鲜，互迄个价做团线的业者，对2020年开始，四大的供应商依照因的要求，也有订货卖出蓝这猪肉羊肉，也有无含羊肉的猪肉片来当做羊肉，结果由这兄妹啊2个人卖互唔知影的消费者。检警会同卫生局来搜查调查，最后这2个查甫人交保，是因为查甫人被关押禁见。检察官在讯问完毕之后，认为被告3人涉嫌刑法的意图欺骗他人就商品品质为虚伪标示罪、诈欺取财罪，以及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贩卖、掺伪或者假冒食品罪。犯罪嫌疑重大。现场呢，再度吸回了8件的相关的检体，后续检验动物性成分。那卫生局在今日呢，命崇宁海产号以及南台国际企业社暂停作业，停止贩售。案件一团相关单位也到新北甲花莲这上游供应商去搜查，卫生局更加下令这大头暂停营业。不过有业者坦白讲，民众伫买的时阵，敢若用目睭看，也是有可能猪肉、羊肉分袂出来。加工的东西，其实你都从外观再分，可能没那么好分吧。羊肉特点基本上一定会有骚味啊，且2斤250。那一般羊肉1斤是300多块啊。外观上基本上比较难，然后剩下还有一个就是气味。食品卫生法或者食药署的规定来讲，这一次的这个猪羊的混合肉确实就是不合法的。对介绍气味再来分辨，拢是初步判别的依据。业者建议只拢找有信用的大头来买，才袂买到假羊肉。记者综合报道。去互各项罪名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Trump 24依法去到亚特兰大加监。Trump 和其他被告同款，伫加监遐就要翕嫌犯的这个档案相片，过程不到30分钟，就以美金20万交保离开。伊也变作是有史以来美国前总统伫加监翕的相片，绝遂变作特普普的竞选相片。美国前总统川普临时对纽约市坐私人专机到亚特兰大，并且伫真侪警力护送之下，到富尼顿郡加监到案。道路两边有真侪支持甲反对伊的民众也飘古牌示威。富尼顿郡警长办公室对媒体表示，77岁川普甲本案其他18名被告同款，拢依照规定持手印翕嫌犯档案的相片。川普的犯人编号是 PO1135809。川普也伫前新是推特的 X.com 社群号头发布，美国史上这头一张前总统加监的相片，并且附着干了选举永远无投降几个大字。顶面也有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位的募款的网站名称，也有这连结。What has taken place here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这是对4月以来川普起诉的第4宗刑事案件。罪名有违反交伫亚洲的卡油违法法，指使西人公职人员违反誓言，密谋冒充公职人员，密谋假造文书，也有密谋提交虚假文书，这总计13项。川普议员讲，家己无做唔到任何代志。反对党一直批评民主党籍的威利斯，讲伊想要破坏伊的白宫竞选的计划。川普伫富尼顿郡加监，点无到30分钟，就真警以20万块美金交保离开。而交保条件是后审的期间，无用伫社群媒体，也是以任何方式威胁证人，也是其他被告，并且禁止甲其他被告来联络。除了经由律师以外，公司新闻王慧本编译。
瓦格纳佣兵集团的领袖普里戈金兵变失败了后的2个月，因为这飞机摔落来不幸过往。从花旗公司幕后主使者的罗斯亚总统普京只是对外表示，讲这是一场意外，也肯定普里戈金和瓦格纳的贡献，而且会调查这场意外。也拿美国所提到的情报指出，讲这场意外将有可能是飞机的内部发生爆炸。Это был человек сложной судьбы, и ошибки у него бы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в жизни, и добивался он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ужных и для себя, 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я его просил об этом для общего дела, как вот в эти последние месяцы. 普里戈金和副手发生空难1天了后，普京24伫一场电视放送会议顶悬总算讲话，伊表示哀悼，讲家己和普里戈金伫1990年代后期就熟悉，正肯定伊和瓦格纳的成员对俄军伫乌克兰打击互因叫是新纳粹政权的共同事业有重大的贡献。伊讲这拢袂放袂记，伊嘛形容讲摔飞机的事故是一场悲剧，需要时间来彻底调查。美国初步评估，失事的专机并毋是互地对空的飞弹拍落来，是内部爆炸才互飞行机落落来。伊嘛研判这真有可能就是锁定普里戈金，因为伊6月发动的未遂兵变，互普丁攻势叛国。瓦格纳集团伫非洲这战乱地区有正大的军力，和人员扩散这金家母。普里戈金伫空难进前才拄对非洲回来，普丁刷落来会安怎安排伊上听话亲信来领导瓦格纳接管海外的商业帝国，维持区域的影响力，永远是一个正大的挑战。He loses, obviously, the head of his Africa operat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security sphere, and also his second in command of those African operations, Dmitry Utkin. And equally importantly, he loses many of the personal contacts that Prigozhin has managed to cultivate on that continent, including the kinds of contact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export gold and diamonds out of sanctioned countries like Mali. 这件空难是造成普里戈金在内10个人死亡。当地亲乌克兰的俄罗斯志愿军是呼吁瓦格纳的佣兵紧活过来，表示讲因当面对一个严肃的选择，会当徛伫各国国防部迄边做顾问的狗，或者是开始报仇。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8月初发生伫咧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的大火，毛伊郡政府伫当地时间24告夏威夷电力公司，指控因无伫咧野火团过进前，甲电力设备禁掉，致使这火势是半途收煞。这场野火也造成115人死亡，超过1000人失踪。致命性的野火，甲美国夏威夷毛伊岛烧2礼拜，有现场看到的人讲，风台经过带来强风，致使电火条啊毁损，尾仔就看到电线出现火星，引起大火。夏威夷毛伊郡对电力公司提出诉讼，指控因为电力公司的疏失，致使这个月初8毁灭性的野火夺走拉海纳镇115条人命，目前也有超过1000人失踪。部分失踪的民众可能永远都找袂到啊！代表毛伊郡的律师表示，这个诉讼要求夏威夷电力公司赔偿总额可能达到几落千万，还是几落亿美金。对这件代志，夏威夷电力公司也无回应。另外，当局表示，西毛伊岛部分地区的水也是无法度提供安全饮用，因为水管破去，化学物质摄入去供水系统。That's what was weird. That usually they put on the hurricane sirens or they do something to warn us. Nothing. Everyone was just word of mouth evacuating. That's why so many people were just on Front Street, just hanging out. They were helpless. 历史真久啊的拉海纳镇，伫即个大野火当中差不多全毁。当地居民李希特逐工早起也是会走转厝，看烧甲变火的工园。毋过真幸运的是，伊饲的3只猫仔拢也活条的。最后李希特逐工拢会转厝甲饲，互伊伫绝望当中看到一寡希望。There's angels all around us, and as big a tragedy as this is, I think that there's a higher power, and we just have to be more grateful that we're alive. 住伫拉海纳镇已经第5代的洛夫勒，伊的后生伫大火发生的同一天，伫美国本土过身。大火发生了后，伊陆续收到房中的电子邮件，要买伊的厝。有一寡厝本来就有保险，载明有资金会当中建。毋过有一寡人薪水无悬，无能力重建工园，真有可能变做灾难资本主义的牺牲者。The land in Lahaina is reserved for its people as they return and rebuild. And I have instructed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mpose enhanced criminal penalties on anyone who tr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victims by acquiring property in the affected areas.
记者想要打电话给这个帮中业者，不过拢无得到任何的回应。公司新闻深入被编译。地球暖化致使南极的冰扬起，这皇帝徛鹅的生态同款受到影响。这徛鹅仔囝一出世，就因为这冰扬起，落入去海底，唔是淹死，就是对这海底爬起来，规身躯澹漉漉寒死。初步估计有上万只徛鹅仔囝死亡。皇帝徛鹅爱靠稳定的海冰来饲囝。根据科研组织英国南极勘测一项上新调查，发现自2021年冰灾扬起，皇帝徛鹅的生态地受灾难性损失，敢若5分之生态地有4只徛鹅出事。The key finding is that emperor penguins nest on sea ice, and they need that substrate to last beyond December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breeding season successfully. So if it breaks up earlier than early December, the chicks will actually fall into the sea and they will drown. If they manage to scramble out of the sea, their plumage will be wetted and they'll die of hypothermia. 专家伫2022年尤其注意到柏林豪森海附近5个生态地有4个无结冰，甲2021年创纪录结冰量符合。Across the whole of Antarctica, there was 2.7 million kilometres square of sea ice lost compared to what we would have expected for the same time of year. So that's about the same as 10 times the area of the United Kingdom. 专家针对南极洲已经知影造成的地点，包含流落的粪便等范围初步分析。南极洲是差不多30万对皇帝徛鹅生态唯一大陆。已经知影62个皇帝徛鹅生态地当中，有19个受去年加海冰水废的不利影响，有13个可能完全生态失败。气候变迁造成海冰损失，对未来可能会更较济也冲击皇帝徛鹅的生态。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继续来关心2024年总统选战，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去到桃园中立参加客家峰会，争取客家选票。也那国民党甲郭文哲敢有机会合作呢？郭文哲竞选办公室表示，在野幕僚已经有伫咧讨论。另外，郭台铭是搁再甲郭文哲发声，希望后礼拜会当甲郭文哲校友期3个人当面做伙来开讲啉咖啡。伫客家加油城中现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参加办伫南洋票村桃园中立的客家峰会，积极争取占全国人口将近2成的客家族群，提出两组当选，要推动客家希望行动，为3大方面推动客家文化。更往下扎根，不管是客语的教学，或者是客家文化的推广，让台湾能够成为广大的客家的文化中心，以我们所拥有的客家文化为荣。赖清德伫民调拢保持领先，努力扩大票源。若要伫赢拼政党轮替，是毋是会当合作是上大关键。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到高雄出席活动，并无加讲。不过经办透露，在野幕僚有互相开始讨论。先存3年尽力了，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台湾好，他能够尽力去做，那剩下就给上面去评断。面对面多多沟通吧，我们都有直接的管道。若是前一天话要出来选，又搁变款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持续举办主立民意大联盟系列造势，25家议场直讲校友义的故乡，基真是咧真好的前婚姻馆长张永明嘛出来收听。郭台铭主动提起甲校友做伙啉咖啡，讲团结的遥遥最近可能都会实现。台湾海民要扮演最关键的齿轮，转动主流民意的发动机。大家喝咖啡的行程已经启动。我找时间会给大家报告。郭台铭表示，目前都听候郭文哲赶紧敲电话，希望后礼拜就当促成3人见面，坐落来讲赢的方法。9月13开始，中选会要受理独立参选总统的人数，因为时间愈来愈要紧，费力阵营整合嘛进入倒算计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台铁新竹强好互人乱画喷漆，嫌款较大也被抓到。想袂到这台中捷运台中站的备用车，2只车厢也共款互人乱捽，这推土糊啊！这台中捷运公司也表示讲呢，会配合警方调查，而且入侵轨道区的行为，会依照违反台中捷运法，上重罚100万。台中捷运公司调监视器来看，有看到2个人，才有可能是破坏围篱走入去。因看到这备用车就开始乱捽，停留的时间大概15分钟。
台中捷运的工作人员发现互人乱画了后，随报警察，而且有派人来修理。台中捷运强调讲，日前几道区上当会当罚到100万。另外，高雄捷运伫今透早进行列车整备时阵，也有司机员通报讲有2台列车互人乱画，随通报警察来到现场监视，目前这拢无影响到正常营运。伫台中丰原有一间高中，有一名已经成年的毕业生5月8出面指控讲，伊伫咧学校期间，互主任教官性骚扰。这个案件伫咧调查期间，警方有去到因兜3届，或者是敲电话甲因厝内面的人问伊的个人资料。这寡涵盖怪行为，当事人拢是认为讲是有的人故意要来家施压的啦。警察到因兜问囡仔到底导函联络的方式，家长感觉真困扰，无提供，决定拢互监视器翕落来。台中市丰原区一个公立高中的毕业生，今年5月出面指控伫学校的时阵，主任教官长期拢是对伊性骚扰。没想到案件搁在调查，台中的警方6月就3摆透过去因兜，也是敲电话，甲伊的厝内人问伊的资料。伊质疑这是有人想要施压。我明明是受害者，你怎么还反过来这样子对我们施压？从6月2日就一次，再来又6月6日，再来6月9日又一次，这样子这么密集的这样一直询问我家人我的地址、我的手机，然后什么我其他家人的联络方式，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压力很大。根据警方高中学校中途离校行踪不明学生的名册，医生5月25的时阵，互登录伫名单内面。台中市教育局用文字回应讲，是5月17接到教育部各教师函送中离名册，且警方发动来倒找，但是随后发现名册内面唔对。伫6月16是停止倒找，但是医生已经毕业1年外，而且已经满20岁。各教师讲，中途离校学生通报系统，拢是学生伫读高中的时阵，学校依规定来通报的。只要学生毕业，也是满18岁成年，这个系统都会自动结案。本属中途离校学生通报系统案件，均为学生于高级中等学校就学期间由学校通报。本属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共同留意，友善表达追踪辅导的用意，避免衍生学生或家长误会。5月25号的名单到底是谁放进来的？是国教署还是教育局？请这2个单位出来说清楚、讲明白。谁若无应该出现伫中二名单的毕业生，会互放入去警方倒找的名册顶悬。各教师和台中市教育局是互相杀责任，日本教育基金会爱政府互因一个交代。另外，主任教官性骚案7月29是经过学校性评会决议成立，会交互人评会定处。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要伫咧中科起2奈米的厂区，台中市今仔日审查通过中科2期都市计划变更案。市长罗秀燕表示，欢迎台积电来设厂，而且台电台水也拢挂保证，袂去影响到民生需求。厂房上紧伫咧明年6月就会当开始起啊。中科园区这块地就也落空也未起，淹过未来真侪台积电中科2期的厂房。台中市都委会25审查中科台中园区2期都更案，最后决议通过。台中市长罗秀燕讲，上界重要针对是袂使影响到民生用水，也佮有这个用电。台湾自来水公司跟台电公司已经正式发文给台中市政府，他们保证水电会保证不排挤这是国家出具保证函。环保团体25早起也到市府去抗议，要求要严格来监管。罗秀燕讲，台积电1期1年用到台中市电力大约15%，若佫设第2期，加起来大约用到台中38%的电加9%的水。而台水甲台电是表示有能力用应付。我们的供电的能力里面，我们就要去备足更多的电力。只要备足了，其实不管是工业用户用电，或者是民生用户的用电，其实都可以充裕的供电无虞这样。台积电中科2奈米厂有定地位伫中科台中园区西边，包含这个高尔夫球场加周边的土地，计划面积大约是89.75公顷。中科管理局讲，准中科的年产值是1.06兆。台积电现有的7奈米加28奈米就占大约一半。未来2奈米厂完成了后，会再增加5000亿的产值。明年
我们就要开始展开这个用地的这个协议架构跟这个取得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赶在明年的6月把场地交给厂商来建厂。未来符合客户的一个需求之外，那更重要的是，其实它可以持续的那么拉开跟竞争对手，包括了 Intel 以及三星，他们竞争的一个程度。专家是认为，伫全球 AI 带动下，台积电甲先进的制程留伫台湾，年内米开始量产了后，对着整体营运甲半导体产业，拢会有推升的动能。对着地方政府来讲，对半导体供应链甲就业的机会也拢有相当的带动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中立呢，有一间公益的中古行木匠艺家，成立2个多年啊，即回收真侪二手物品、家具翻新搁再卖，也提供弱势族群一寡工作机会。毋过，这店后壁的仓库，厝头家是表明讲无要继续租因，9月进前爱甲这物件拢清走，协会也当咧找找新的仓库。整理货架的商品修理电器，中立中北路公益二手店木匠的厝成立20多年，专门做二手货品、家具回收、翻新换卖。除了推广惜物爱物的观念，嘛提供弱势族群工作机会。我在这边木匠的家已经快3年了。怎么会来这边工作？我是一位残障人士，然后我退休以后就到处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工作。大概至少10年吧，其实也有离开过，大概差不多快3年。然后后来之后呢，又再回来。比方说特殊身份吧，有的是要一般人士吧。木匠的厝差不多20外个身心障碍、情绪障碍、特殊遭遇、中高龄者弱势族群，除了伫店面修理二手商品，嘛伫仓库负责清理原物、修理改造家具。不过最近木匠的厝常常接到仓库的厝主通知要甲厝收倒转去，要求9月进前甲二手原物全部清空，所以因即马着急要找300平的仓库。家具本身就是很大件啊，然后占空间。这个仓库不仅可以放家具，还可以做维修，还有分解分类，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使用。长久以来，木匠的厝为环保循环再利用尽心尽力，除了整理换卖，嘛进行再造再设计，家具的物件转变做更加有价值、更加实用的新品。总讲伫疫情期间，伊嘛是喙齿筋加条的硬动，无愿意裁员。不过即届毋若讲仓库要互收倒转去，店面嘛互人通知讲要起厝租，因是望政府机关会当协助因提供空间，互因用公益价承租解决即个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会当飞热气球的场合，就是华东唱国上界适合自由飞行。不过，这飞行员要找休落来点，拢需要经过农民同意，才会当休落来人的产力。也因为安尼生地点是真歹找，着一名飞行员要降落来时阵，这地点伤过歹，就临时决定讲要休伫咧载热气球的卡车顶头。这款的做法伫国内是头一届，真需要技术，咱做伙来看卖。每年拢参加台南县热气球嘉年华会这粒太阳球，即边飞行员要降落的所在瓦群爆化，所在无啥好，热气球飞过树啊，甲地勤人员讨论过了，决定降落伫咧载热气球的卡车顶。地勤人员伫咧下骹甲锁啊救掉的，飞行员精准控制火力，成功完成国内第一遍热气球降落伫咧地勤卡车的记录。有人开玩笑说，那这样的降落法是不是有一点像战斗机降落在航空母舰？这样的目的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将最大的球移动到比较开阔的地方做回收之外，那么也借由这种精准的降落方式，来完成了这次的降落。航空公司讲，这种降落的方式其实伫土耳其定定看到，不过伫华东祖国降落地点，一般拢是经伫咧产的边啊，就要地主同意，或者是事后补偿，即降落的所在无啥容易。这边飞行员伫活动总指挥加地勤人员答应了，表现困难度正悬的降落。这个其实是其中的一种降落模式。那当然，我们的飞行员需要在当下对于风速跟降落点做专业的判断。航空公司讲，热气球飞行的原理甲一般的航空器无同，是靠着气流升降，较不容易操控。也强调，只有伫咧特殊的情形下，才会同意飞行员降落伫咧载运的卡车顶。不过，这还看飞行员的技术是毋是有够。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国际当中，糖的介绍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而且加上这印度、泰国等糖的出口国，这甘蔗收成歹的情形，对今年初开始一直咧起价。国内业务用的50公斤赤砂，这8月初到8月中，就对1320块起到1600块。即摆也传出讲，印度10月将有可能会禁止糖出口，介绍到时阵搁再清关。大糖表示讲，为着要稳定物价，民生用的糖是袂起价。赤砂放入去机器含2000做伙啦，准备要做细细的加果水的马林糖。砂糖是做甜品一定爱有的材料，但是今年的国际糖价是一直起，各大业务用的砂糖价上嘛对得起，加上鸡卵这原物料价上嘛是愈来愈悬，航胖的业者是真无奈。2018的时候，糖价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再低一点点，现在已经涨到2倍多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同时，其他的东西也会有涨，譬如说像鸡蛋的话，涨了大概是2倍半、3倍。炒冰搅糖水，再搁加配料，是热天一定爱食的。冰店的业者平均一礼拜都要用2大袋，拢总是100公斤的赤砂，惊起价人客就走去，因只好家己吸收成本。50公斤是1320，现在是8月10号左右开始涨价。涨为一袋50公斤是1600左右。甘蔗是砂糖的制作原料，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印度和泰国才是砂糖的出口国，甘蔗的收成拢无啥好，加上通膨，和国际糖价一直起。即马佫传出印度准备伫10月禁止砂糖出口，可能会互糖价佫起，但大糖讲佫爱观察。伦敦的白糖价格是没有涨的，所以这个消息面的真实性有需要去证实。目前的状况来讲，糖价的确是会有一点上涨，最主要是通膨的关系。大糖强调讲，今年的国际糖价已经起24%，但是各大业务用的糖价敢若慢慢起14%尔。民生用的细胞糖是对民国105年开始是维持拢无起，后壁嘛会配合政府对稳定物价的方向去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爸阿母会教囡仔讲，若准唔读书就要去做粗工，这是普遍社会大众对因的刻板印象。虽然伫工地做事是真热佮真忝，毋过一个工班真特别哦，因是规定讲工人袂当食酒，佮爱穿制服，伫网络顶头佮分享影片，互大家了解因做工的生活。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帮，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家啊，因毋那是梦情，有缘是一阵做工的人。学体啊，顶房膜、灌浆，要起一栋建筑物，一项都袂当减。不过，煞是真少有少年人愿意来做这道。晒日头啊，流汗啊，讲到歹听也袂遮苦啊。因为少年人惊辛苦，大家拢要坐咧办公室内底吹冷气。今仔日讲真是一个帮无的师傅，伊赚的钱比足侪坐伫办公室的搁较悬。啊，不过真是就是晒日头啊，体力活。做帮无的工课虽然是真忝，搁较会垃圾。不过帮无师傅李瑞婷，煞是家己做工课的日常，翕做影片伫咧网络分享。想袂到煞吸引真侪少年人做伙加入伊的团队。我会做 YouTube 其实是因为误打误撞，结果真侪人对这个工课可能就好奇啊。甲我问讲，瑞，你敢有欠人？你敢有需要骹手？我讲好啊，无安尼，阮就斗一定啊，做伙来起厝啊。想要打造无共款的团队，李瑞婷除了利用下班了后的时间，甲大家看时间图以外，嘛定出相关的规范。第一，上班袂使食酒，上班拢爱穿制服，互人看到阮团队价值伫地，阮的技术性伫地。我感觉遮甲外口无共的是制度，福利的方面嘛较济，有员工聚餐啊、全勤，还有不定时的员工旅游。这个规范甲福利看落是真普通。不过，伫传统的工班内底是真罕见。一阵伫日头下的青年军，用少年人的思想甲做法，拍出家己的知名度，一步一步向家己的梦想来行。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清华大学内面的成功湖，过去是毕业校友甲个新竹市民真重要回忆。经过要1年的时间完成整治了后，重现美丽的生态环境。8月25早起，学校除了规划生态导览以外，佫利用这校园内面的老树啊、甲茶枯，甲这拢变做是医疗啊，互因废弃物再利用。那第一个是不是有印象是那个云状剥落的树皮？清华大学学生向大家绍介校园内树木的特性，每一个囡仔拢真认真咧听，
透过解说，互囡仔进一步知影树仔的种类，嘛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学到就是一些关于新的植物的东西，然后还有看到一些。就是以前看过，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现在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是好算就好啊，走走的啊，熟悉一寡环境啊，做一寡平常时可能较少无法都拄到的。这里就是触摸，然后感受，然后对这个校园的一个认识跟熟悉，我觉得非常棒。导览结束了，大家来到教室，拣好家己喜欢的茶库，准备 DIY 做椅条。大家使用的材料拢是校园内底老化，也是破冰扯落来的树啊。清华的校园非常漂亮，很多的树木，但树木它们常常也是会老了，或者有些会有病啊，会倾倒。那这些倾倒的树木，我们都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做各种的用途。比如说，我们从这些树木，那么今天呢，就拿来木工来使用。我们希望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培养大家有这种对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永续发展这样子的观念跟习惯。清华大学表示，校园内底成功湖占地大约3公顷，是日本时期因为消防需求所挖的人工湖，经过整治，重新展现伊的水。透过举办活动，除了让囡仔学到木工的技术，甲废茶再利用，也希望囡仔建立永续的观念。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旧历7月初9，台南灵济电拢会固定举办高病节，伫安平运河边啊搭高病徛灯菇，过用白布对高病顶悬的香碗刀呢，一路救到运河内底，这代表分路，要接到大公府兄弟上花，接受用世间民众供养。这款的祭拜方式真有真精美，咱做伙来看。长长的白布对5公尺悬的高坪垂落来，一路延伸到运河内，这号做分路，是咧带老大公上花。白布两边佮检插香，就是要邀请各路地好兄弟啊来领受贡品。台南灵济店举办高病节，逐档固定伫咧旧历7月初9来举办，到今已经有171档的历史。不过这甲其他地头的唱歌完全无共款。一般讲3年哦，阮整下来下愿，所以。自较早都无迄个唱歌的仪式啊啦。这条布桥吼，为海面运河底牵引遮好兄弟仔起来。主要是咧祭祀这个老大公伯啊吼，来感谢着老大公伯啊，当初会斗3工。用4支条啊大的平，买外2层楼悬，详细看4角条有白、猪只甲硬菜。袂方讲猪只代表大礼意思，那放硬菜就希望好兄弟仔食了就通走，唔通留恋。另外，高边顶毛民众做的各种高清真澎湃，甚至佮传烟尘滴来普渡。清朝时代南部啊物件这制品啊，拢是用贴的尔，无高浅，有高浅是北部主要，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安平灵济店这个可能是南台湾唯一就是这高浅的所在。了解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台南的各个地方的历史很多都是有脉络的。第9个高病节仪式，庙方指出，上主要是饮水思源，感谢过去先人为这块土地打拼甲付出，同时这嘛表现出台湾人对因的敬重。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白沙屯江天宫今年建庙160周年，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要伫咧9月29到10月初1这段期间呢，邀请真侪艺术团体来遮表演，希望透过这款活动，互民众行到庙埕，感受到在地文化。布袋戏艺术陈世宏的学生吴英昌当咧人布袋戏红啊！记者会现场，共有南管音乐家林吴素霞表演7出戏的每个角色。白沙屯江天宫建庙160周年，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要伫9月29到10月初1，邀请侪侪传统艺术团体甲宫庙伫庙埕做阵庆祝。而且咱嘛要邀请咱北港仔来咱白沙屯来红单，来邀请到咱全省的各宫庙有宫有庙有事的主神，伊是咱白沙屯分灵出去的妈祖，咱嘛邀请伊来回娘家来看。我觉得因为神，然后我们感受到人，人是什么呢？台湾人的人与人的这种情感。参与记者会学者林步宪讲，庙市毋但是台湾的信仰中心，也是侪侪本土艺术文化展现的所在。若要了解台湾的文化，行到庙口就通欣赏。你若去欧洲一定去看教堂，
你若去日本一定会看新社，来到台湾就是爱看庙。真侪台湾人可能一世人毋捌去过什么这个国家公园，但是你都要看布袋戏甲歌仔戏。 对不哈？传统文化，咱嘛要继续甲传承落去，所以阮所讲定讲会保持这文化传统，继续甲延续落去。学者表示，过去台湾的庙会是济戏班等功夫的所在，世界拢通欣赏传统艺术。即摆因为社会变迁渐渐稀微，即摆文化总会甲庙方合作，毋但伫庙埕斗热闹，也推出代替彩绘列车、市集，有传统有创新，望大家同齐重视文化，嘛保守文化。 记者讲到水台北报道。伫新加坡唯一的粪扫坑台场是一座人工岛，伫遐水质清气，还有红树林生态，一点仔拢袂臭。毋过，这座人工岛恐惊过10年了后，这囤满粪扫记载袂掉啊，所以即马当地政府也当咧想办法，希望会当永续发展。 伫眼前看到的海水正清，风景正水，毋过你敢想会到，这是新加坡的粪扫场。 新加坡的人口要到600万，土地面积无大，一块超一个所在来处理粪扫，对政府来讲是正大的挑战。1990年代，新加坡本岛的粪扫场拢堆满啊，政府就伫南平2个小岛之间起一座专门放粪扫的人工岛——新马高岛。伫本岛4个粪扫分化场处理过粪扫，拢摕来遮放。 The waste from the household is being collected by what you call public waste collector, and then they will send to the waste to energy plants. Then these waste will be incinerated, and then the ash will be collected at our Tuas Marine Transfer Station and shipped by the barges, where we see here in a 33 kilometers journey to Samaka landfill, whereby it will be. 新马高岛粪扫场启用到即马已经24冬啊，若来到遮闻袂到臭味，也袂看到河神四过杯。 粪扫放落去了，顶头阁砍一沿土，互草仔伫遐家己发。伫遮海边啊，还阁红树林，有真侪鸟啊，环境真好，变做一个动植物多元化的生态圈，互人叫做粪扫的伊甸园。新加坡伫咧2019年启动零废弃运动，要伫即个世纪结束进前，将废弃物的回收量提悬7成，互新马高岛的粪扫量减3成。 不过，过10年，这个粪扫场也会堆满，就要想办法安怎利用空间。It's imperative that we continue to use the Samaka landfill as long as possible, if possible, to extend its life beyond 2035. 新加坡的新马高岛粪扫场展现城市环保工程的典范。未来这座人工岛也会起太阳能设备，希望让走向永续发展的绿能未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 最近天气侪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5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5度。 依然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澎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